天才朝中心这个有办法，这个万日会进步还是好。我要担我担心，这个周贵里边，伊若无十足的事实，伊家来推荐这个贵族以开疆行刑。这个贵族以生下这个钦犯，如果是后继手骨，也这个周贵国办法，你这个法庭就解救回来。所以讲，有100%自信，贵族以有办法开疆行刑。所以讲，我这个警察，我惊讲伊空腔唔到办法。但是我如果惊贵族以若今日台山镇真正开疆行刑。